今日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旧历的初三吼，总是主日。咱台湾话有一个过正的俗语讲：初一早，初二早，初三困到饱吼。但是咱遮的兄弟拢无困到饱至少咱知影伫主的圣日，咱有缘是组织伫遮同心敬拜。咱伫即几礼拜呢，咱拢连续就是敢若一场礼拜，咱伫正月初一到今仔日，等于甲2场礼拜拆开就对吼。总是咱会当感受到，伫即个假期的中间，有真侪兄弟拢借着咱即个假期出外吼。即摆现在度假过正的是，较无讲大家拢守伫厝内啦吼，拢对外地去。有的人是正月初一咧，即个礼拜煞才出外。有的是兄弟倒转来，总是可能是伫家己的家内、父母的家大一2日，咱可能都爱搁去别个所在。总是咱拢会当伫即个安静的时刻，即个假期的时刻，伫甲亲人见面的中间，领受到事实是真正一年得过真紧，咱新的一年又搁到。会记咱旧年伫遮咧过新春礼拜的时阵。拄开始，即个新冠疫情开始咧爆发，咱阵无感觉讲到底有偌严重啦，只是知影讲好亲像伫17、18年前的 SARS 过个来迄种感觉。所以是感谢主，互咱的国家甲咱百姓，大家拢有一个真第一的提防所以咱会当平安过一年。但毋知即个提防的日子要偌久？总是咱爱感谢主，互咱伫台湾即个所在，有缘领受到迄个平安的生活。这是咱大家逐日拢爱感恩的，特别伫新正的时阵，咱有缘会当四过去佚佗旅游，这上帝互咱的恩典。咱今仔日线接要甲顶2、3礼拜共款的系列的主题，要相甲来学习圣神同在生活的新的样貌。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恩待阮、祝福阮，互阮伫遮会当伫旧历初三，也有缘做伙伫遮敬拜，做伙服侍主。愿你的话诚做阮新的一年的准前快乐甲帮助。也阮因为欢喜遵谈你的话，阮就领受到更较大的快乐。愿你圣神的力、快乐甲阮同在，互阮明白你的话对阮的价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伫拄则的经文咱已经有读过咱小等会当做复习啦咱伫即个系列的主题咱对旧年的洗礼洗礼咱兄弟做伙来领受即个系列，就是讲门徒基督徒生命的塑造，伫咱。对未信者诚做信耶稣，对咱较早是对上帝无认捌，咱对接受主做咱的救主，咱要安怎开始调整咱的生命的次序啦所以呢，咱有做伙通过一个主题，就是门徒训练的上个要紧的是，咱处理咱家己旧的我生命甲专一的精神这有一个。次序的教导上时嘛有一个操练就对会记咱大概处理这个课题。第一个课题是咱基督徒定心确认咱是天父上帝所疼的囝子，因为你知影你无搁再是孤儿，你无搁再是做奴仆，你是伫上帝的疼的下面诚做伊的囝，会当承接上帝国的基业。第二是。咱有即款的身份的认定还无够，是你家己爱知影，咱是伫有罪的世界，是罪人的身份，所以了解罪人的真相，伊的反应甲行为，然后知影讲伫罪人的结局就是死，罪人的结局就是离开上帝恩典。以及咱爱安怎行，这是第2个阶段。第3个阶段是，咱要处理家己的生命是，伫圣经的教示是爱咱
来拍破迄个黑暗的关系。这个黑暗的关系可能较是属灵的名词，毋过咱拢知影，咱人除了是外在的溃烂以外，迄个心灵的溃烂，所以咱甲伊叫做这是一个心思的战场。这心思的战场，咱伫信仰的顶面知影讲，伫圣经互咱知影，这个黑暗的世界，迄个黑暗的世界，用撒旦做代表，对咱的一种的攻击。可能有的人用心理学来了解，也是用人的软弱来理解，意志无够来理解，也是歹习惯来理解。所以圣经互咱的教示是讲，这个黑暗的势力、撒旦的溃烂，真侪你败坏的一个源头。伊用无同款的方式，互你的心产生真大的困境，互你离开主。所以，先了解撒旦的关系、甲生命影响以及危害。然后，咱第四阶段是讲，若是安尼，咱毋是甲迄个看会到的世界咧争战，是甲迄个看袂到黑暗的世界咧争战。既然伊是暗来暗去的，咱毋是靠家己目睭咧看，也是用咱的双手的气力咧拼，是咱来靠圣神的同在、更新，领受到圣神的充满所带来医治甲祝福。这大概是4个阶段，一个新信主的兄弟，伊要安怎经历到甲上帝相同行，领受到上帝祝福，领受到圣神同在的一个基础，然后透过种种的操练文字的训练咱的各种服侍的技巧，以及咱生活的磨练甲见证咱通行伫一条得胜的道路。我期待咱无论是新受洗的会友，也是已经久的会友，你拢常常伫你的生活搁一遍，重新来溜一遍就对了吼。溜一遍讲，我到底我的过程中间是毋是有即款的定数来领受到祝福？所以咱知影讲，既然爱甲即个黑暗的世界交战，咱需要有圣神的同在。咱有诶较惯势讲充满，但是充满有时会误解，掠做讲好亲像。就一定要有什款动作啦吼！圣神的同在是你知影你的心是甲主相同行的，圣神是伫你的内面。他遮有几项咱的理由啦吼，为何都爱圣神的同在？咱对遮有讲过吼，讲是为着拍破迄个看袂见黑暗的关系。这是一个看袂到的世界，咱人毋是靠家己的气力。伊是讲勇力啦，哈，迄个蛮力要去跟他征战，是因为有圣灵的同在。搁一项要圣神同在是，你要操练你的信心，你的身心灵，因为靠自己的意志，咱定来讲心存心立志，吼，咱嘛有人讲吼，小人多立志啦，吼，讲吼，咱正立志拢做袂到，足侪人讲我今年开始要好来读圣经，读无几章就休困啊。有人讲我要写日记，写无几日就停去啊。毋是咱无爱啦，是因为咱欠缺迄个气力。人的意志可能会操练一，但是要持久，要产生一个能力，咱要有圣神的帮助。所以咱若是要甲黑暗的世界征战，也是要为着你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咱需要圣神的同在。第二项是。咱基督徒的信仰，你若无通过圣神的内住同在，你即个呢是伫知识上，伫你的财物顶面咧认办啊定。有世界真多诶，即个大学伊嘛咧教圣经，伊嘛咧教足多有关基督教的课程读啊真专业，但是伊只不过是用知识咧研究啦定。咱基督徒爱行伫生活中经验到上帝的同在，经历到上帝，这毋是一个知识认捌的上帝，是你生命经历到上帝。你头前的日子有主的陪伴，甲我认捌的上帝用知识咧控制，迄是无共的。这是要邀请咱伫这个新正，咱讲要有一个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无共款的决志拢无问题，但是。咱基督徒知影会晓通经历了上帝。
顶几日咱有真侪亲人兄弟咧开讲，有一个姊妹就讲，哇，有迄个朋友安尼真骄傲，真强势，讲恁这基督徒吼。家己无要靠上帝，安尼就对啦吼。伊讲吼，这足头条，毋知要甲引安尼啊。有影，人行伫迄个真丰盛的时阵，人真通光的时阵，人当啊咧顺利成功的时阵，当然是讲，迄是我开力啦，我的能力。所以伊笑基督徒讲，恁轻当着要靠上帝，上帝啊求你怜悯我真软弱。但是基督徒拄好是安尼。基督徒是因为家己的不足，所以需要上帝；是因为家己的软弱，需要上帝。就亲像咱常常甲主祈祷讲：主啊，我的信心无够，求你帮助我。基督徒是因为对这个不足、困难、欠缺做开始的，所以当你知影你不足、欠缺、软弱的时阵，上帝的开力，你才感受会到。当你骄傲对家己遮自信的时阵，上帝都无伫你的边啊！这是招咱大家做伙领受圣神同在迄款的程序。咱耶稣的门徒，咱知影伫3年中间，甲耶稣做伙生活哦吼，迄毋是来上课尔，是真正甲主耶稣做伙生活。做伙食，做伙休困，做伙传福音。咱会使讲，伊是接受第一手的教导就对啦，头叫师啊就对啦吼。但是咱知影讲，这基督徒，这门徒，因伫拄着耶稣定十字架的时阵，最后因的信仰嘛是崩盘，因为因对上耶稣基督的人物，包括伊来到世间的任务，阁一知半解，因是直到圣神充满，才完全无共款。因重新阁起来，重新行往一个未知的世界，行往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行往一个当时罗马帝国充满着敌意、处处要掠要抬的世界。但是因拢无阁退，有的像耶稣共款受钉十字架，有人受陷害关伫监狱。遐尼姊妹。咱就是对门徒伊即款的经历，知影讲知识上的人物是不足的，是爱领受圣神的同在。圣神的能力就是福音的能力，无圣神的充满，你就无生命的动力。咱看去100多年前，150几年前，初代这宣教师来到台湾，因拢是个拢是受高等教育。逐项知识拢充满的人，但是因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来到台湾传福音，在苏格兰侪宣教师前打后对来到遮，因就是靠着圣神的开力，伫咱台湾这个社会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咱遐日即位会通理解讲，无圣神的充满。就是充满血气啦，所以门徒的生命是爱不断的经历着圣神。所以下面有几项咱伫经节内底拢看会到，有的经文我就无一一来读，总是咱能看见这几项，咱知影讲爱圣神的同在。第一，这是上帝的命令。拄则咱有看见圣经伊有所书5章18节，伊讲毋通酒醉啦吼，酒会互人放荡，是爱互圣神充满。咱真侪人拢了解酒会麻醉你的思想、你的心性。伊啥要甲圣神充满来对比咧？有真侪人会讲，有人圣神充满，可能较有即款安尼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安尼啦吼。但是伊的差别是在伫圣神充满，你会讲出家己的软弱不足，求上帝来赦免。求上帝来清去你的污秽。那酒醉有哪会讲会讲真话啦，嘛愈讲吼愈离题，愈讲愈拖汤就对啦。讲了吼，家己做见笑，
丁无偌久讲一个校长，一个女校长啊，啉酒落去到地方倒到涂骹后边烂安尼，啊，等于佫醒起来的时阵已经袂赴啊，伊毋知要哪用伊的行为，即马现在手机啊遮方便，翕了，看学生要哪听伊讲话就对啦。所以圣神的充满，共款咧显露家己的不足，但是迄是带来改变的开力的，是带来圣神的改变，这是上帝的命令。所以表面上讲你得爱啊，你得安尼，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限制。但是上帝命令是，互基督徒上大的利益，因为你经过这款的定数中间，你会当定心换心的人。第二，透过圣神的同在，你才能赢过邪情私欲。意思是咱人有肉体上的欠缺甲需要，无论是各种物质的、感情的、各方面的欲望，人无法度人安尼讲，无法度人完全来阻止，因为迄是人的本性。咱看见真侪的高官，因遐尼侪的薪水，国家甲因栽培到最后，大部分拢真侪人无法度主动遐的有益，主动迄个关系的开力，主动遐的金钱的有益，就伫遐来跋倒。伊毋是无念迄个誓文的，要就任都爱念誓文的。伊毋是无听到遐个讲有遐个监察的机制呢？毋是毋知，是伊无法度主动遐个开力，因为迄魔鬼的开力。所以加拉太书5章16节到18节讲，恁当我讲恁当着顺服圣神来行，毋是放纵私欲甲情欲啦。因为情欲甲圣神的相争，圣神甲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对敌的。意思是人伫软弱的中间，就是甲圣神伫遐在小验。你一旦接受圣灵，那些情欲就离你而去；你离开圣灵，情欲就马上侵占你。这是咱基督徒一生的精进，就是赢过肉体邪情私欲。所以，伊这后壁段经文也讲，互恁袂当做愿意做的，所以恁互圣神的引带，就无伫法律的下面吼。讲歹事毋是人刻意去做的，就对啦。咱做真侪歹事，咱定讲啊，安尼，那要安尼，那会做到安尼意思，咱无照圣神来行，就放上。意思是讲，咱甲圣神无亲就对啦，甲圣神无相亲啊，所以自然你就袂当顺圣神来行。所以咱伫生活上做者精进，做者挣扎。你也讲圣神也帮助我无开力啦，靠我家己无开力通主动。只有靠圣神。第三，有圣神的同在，你才有改变生命的能力。以弗所书3章20节讲，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圣灵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在运行在我们心里哈。你改变生命的规律，不是家己讲啊，我立志啊，我规划啦，我计划啦，吼。我拍算啦，有时真侪事拢伫你迄个足侪枝枝节节的迄个搅搅中间，你怎啊袂记去？啊，迄个动力就失去。但是你会晓求圣神的开力，上帝开力伫咱中间来运作。第四，会当明白上帝的话啦，会当明白上帝的话。约翰福音16章13节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咱常常在读圣经啊，读了会畏会先啊，无爱读，还是讲参考书一大堆啊，袂晓读。但是你无伫遐安静一遍搁一遍来吟味主的话，求主圣神来监督你、光照你。咱要了解圣经，有真侪管道。有真侪重要的功夫的册，真重要。但是足侪人伤过依赖，煞无互圣神的光照，互你家己领受到独一无二圣神互你的话。啊，所以咱知影讲要明白圣经，你遐的功夫是有帮助，但是较毋达到我靠圣神的光照，互你知影主要对你讲什么话。所以
这个话是靠圣神来帮助。圣神，咱会使解释讲，圣神就是圣经的话原厂啊，原厂的啊，无遐仿造的，无山寨版的，是真正是原厂的。啊，所以你读经的时阵，你毋是安尼哦，讲安读真多安就好，是你爱会晓求圣神甲你同在，圣神的协助，你会当直接对圣经得到管教。啊，这是咱所学习到的，会当明白上帝的话。过来第五，有能力通过德性的生活，跟咱头前拄啊讲的类似啦吼。意思是，你毋通靠家己戆胆、家己熬、家己意志坚持，连彼得都坚持讲，主耶稣啊，别人甲你放杀，干那我绝对袂啦。啊，无偌久伊就3摆无爱认主啊。有能力过德性的生活，罗马书8章13节讲：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伊讲圣神来抵死致死，就是讲改切你身躯一切的恶性啊歹性，一拢完全拍除啊！你还要求圣神，毋是用你家己的操练尔。所以透过圣神来改变性格。你的性格、你的个性，有的人，即使咱新信主的兄弟姊妹，即款的见证，互咱真感动。因为伊知影讲，较早伊安怎做袂到，但是祈祷求圣神同在，是伊改变会到。咱听见咱有兄弟讲起，伊求圣神帮助你改遐个旧性，伊食薰几啊10年改袂过，但是求上帝甲伊同在的时阵。伊就无搁再接触这个薰。有人爱啉酒，有人有迄个无好的生活习惯，沉迷伫无共款的兴趣内底，改袂过来。但是甲上帝记得讲主啊，你甲我同在，互我用我的生命来荣耀主的时阵，迄个性格就改变。有人拄着真多的委屈啊，伫生活上，互人用话语来攻击、来霸凌。有人拄着真多，互人侵害，无法度人偷放甲下面，伊一直关伫迄个受苦的监牢内底，心灵的受苦的监牢。但是当伊信主、互主圣神光照的时，伊知影讲，这一切不过是魔鬼的控告，伊爱靠圣神来饶恕对方，饶恕对方也放下家己。啊，这是基督徒上大的一个喜乐的来源。第六。咱才有气力通领受上帝智慧甲启示啦，吼，有气力通赢过上帝的智慧甲启示。啊，以弗所书1章17节吼，求我哋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爸，将迄个世人智慧甲启示的灵赏赐互恁，互恁真正知影伊。迄个启示的灵，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中间有圣神会甲你提点。有圣神甲你提醒，有圣神甲你讲。第七，赐予咱传福音的能力。约翰使徒行传1章8节，咱拄则有讲起耶稣的学生，吼主教是遐济当，但是气力无够，外岛离开。但是耶稣讲，我要赏赐圣神互恁。1章8节讲，圣神降临伫你身上，恁就要得到能力，并且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神是做前提啦，吼！你会当死过去，毋过你有可能行一半就救转来啊，无迄个勇往直前的能力啦。圣神甲你伫咧，你要到地极咧。早前的宣教师，今仔日有真侪人欢喜到偏乡做主的工，欢喜为着主做见证。包括以前咱真侪人为着台湾的民主运动献上伊的生命，献上伊的气力，这拢是圣神的气力。因为伊知影伊毋是为着家己来做，为着众人，为着上帝的公义来做。第八，伊要赐予咱属灵的温素。咱知影属灵温素的意思，就是讲，毋只干那你的才调那定，你有迄个属灵的感染力，有迄个互人认捌主的气力。哥林多前书12章7节到11节讲，圣神显伫大人的身上，是要互人得到利益。这人蒙圣神赐予智慧的言语，
迄个人蒙这位圣神赐予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基督徒唔是只干那伫这个家己的才调能力咧服侍主，是知影咱要服侍的中间有圣神的同在。所以咱有时会有一句国语教会讲的恩膏吼，所以恩膏的意思是圣神甲你伫地啦，圣神互你有一款的开力，有一款的属灵的影响力。所以咱基督徒会求圣神的同在，就是要求主互咱这能力以外，互咱阁有迄个属灵的感染力。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用看见这8点吼，知影讲有圣神的同在，咱会领受到这款的开力甲祝福，领受到这个甲圣神同在做工的开力。第二大部分是讲，咱要安怎过着互圣神内住引带，行伫一个新的生活的心魔。咱知影讲新的一年，大家人拢计划新的吼，咱大家这做世人上会当经验着新啦，因为因知影田园佮定新爱翻土，田园爱定新也经济，这树叶旧的拢爱除去，佮定新互伊补益。所以颠倒较早伫迄个农村的生活，较会当经验着新是啥物？基督徒佮较知影是圣神的同在，你才会当过着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咱有几项要三甲学习啦吼。第一就是爱悔改认罪。拄则咱有去讲起着奇怪，一般的社会人拢感觉讲我足有自信，我家己清楚家己吼真牛。但基督徒爱要学习习惯认罪啦。我会记得咱有去讲起着讲，咱长老教会迄个标准的迄个礼拜听书内底，有的教会有这段啦，就是师会伊会带众人祈祷认罪。上帝啊，阮所做的错误毋对，肉体、心思、讲话、行罪所做毋对，求你赦免阮。然后才唱迄条求主赦免的歌。后壁面主礼牧师也是主礼者，去你做一个宣誓的祈祷，讲主啊，你已经听见百姓伫你面前的求讨，求主洗清你这正百姓的罪。长老教会是真注重认罪的一个教派，所以咱常常伫生活上认家己的罪，毋是一个见笑事。顶届咱有讲起，是因为你有即个的欠缺，你需要上帝的开力、圣神的开力，甲你遐旧的、歹的、遐垃圾拢清掉。就像咱顶讲讲，咱伫即个过程前，甲厝里遐垃圾拢清掉。你家己清袂去，爱靠圣神的开力啦。所以使徒行传2章380讲，彼得讲，恁逐人爱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恁的罪你就赦免，就要领受所赐的圣神。你的心内有真多的遐垃圾杂质啦，吼，圣神入去吼，无位人去啊。你爱靠圣神来把这物件清掉，这是叫做认罪。基督徒因为家己承认家己的不足，这是一个开力的开始。正如保罗家己讲，我常常夸口我家己的软弱。第二是爱确信圣神充满是上帝应允的。拄则咱有讲上帝的命令嘛，吼，咱知影讲这是上帝应允，咱才有圣神的同在。所以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7节讲，我们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能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明明甲咱讲，圣神要甲你同在，圣神要享受伫你中间，恁才会通领受到这款的祝福，领受到这个圣神是上帝的享受甲应允。第三是，你爱伫你的生活中，毋是刻意的一个仪式啦，是你家己伫生活中，你知影讲我有圣神的同在。
日日较无互圣神充满。路加福音11章第8节，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是你的迫切，亲像咱咧甲主祈祷迄种的迫切，情辞迫切的恳求，上帝就要赏赐互你。咱互圣神充满，足侪人会误解讲，一定就是迄款的仪式啊，有规个迄个讲话、行做啊，动作拢无共款，事实无一定是安尼。咱人无共款，有人伫安静灵修的中间领受到圣神，有人伫散步的中间领受到圣神。真侪人伫过正的时阵爱去山顶，我感觉讲要互圣神充满，你去看山顶遐个水的景，圣神的充满的确真紧，因为你知影讲，这拢是主所赏赐甲创造的。所以，毋是用一个模式，有可能有人适合这个模式，有人适合迄个模式，但是咱的心思意念是较无圣神的充满。就是爱敏锐圣神的引出的方向，就是你知影讲，圣神咧甲你讲什么？保罗伊伫马其顿的异象，就是领受到圣神的异象，甲伊带方向。使徒行传这段话讲，伫美西有异象，显现伫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来求伊讲，请你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这是保罗一个大改变。伊本来是伊是要去小亚细亚，总是圣神甲伊讲，你都爱去遐。啊，迄敢是一个人凊彩家己的决断呢？是伊家己体会到，这是圣神爱伊做。所以人有圣神的同在，伊会行这个路，行这个代志，会感觉足有信心，因为知影讲，这毋是家己凊彩黑白想的。这是有迄个敏锐的灵来甲你来引出你。第五，有圣神的同在，你会赶紧改变家己的方向。甲即个圣经在讲位吼，讲保罗既然看见即个异象，阮就随时往马其顿去。也做这是上帝调阮传福音互遐个人听。这是保罗领受圣神的引出一个足明确的例。迄个即位伫你生活中，是毋是有什么的决定？有什么款的决策？有什么款的拍算？有什么款的心思会互你知影讲，即个是毋对的？有时是咱要做即样代志，感觉无透动、无安心，迄圣神咧甲你提醒。有诶是讲，你爱做即样代志，我家己无开力，圣神甲你同在，互你勇敢往前来行。真侪咱生活上，咱拢爱时时有圣神的同在，才会当做到。第六。毋是用情绪来主导啦，去消灭圣神的感动。意思是家己心思意念，你人新鲜，也是讲你有无共款的言语咧，甲你影响，你怎互圣神的引出，伫遐拍别去啊？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到19节，迄华语圣经讲：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人因为家己的不足、甲有限，就消灭圣神的感动。真侪代志，原来有一个真好的成果，煞伫遐受拍断去啊。最后，咱要三甲来学习讲，安尼，你需要圣神的同在，要安怎靠着圣神？咱对圣神的态度吼，这是咱一个最后的学习。第一，你爱亲像圣经所讲，爱尊重、敬拜、学乐。启示录7章12节讲，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你学乐主、荣耀主、敬拜主，这是圣神甲你同在的一个动作就对。你尊主最大，你才有圣神同在开咱。所以牧师会定来招咱讲，咱伫出外旅游，伫这过程时交通足忙乱的中间，你要谦卑甲主讲，主啊，阮要做伙出去，求圣神甲阮同行。这是一个谦卑，嘛是一个学乐，嘛是尊主最大。所以会晓尊重、敬拜、学乐圣神，伊就甲咱伫地。咱特别有一个提醒，就是讲，咱基督徒常常对圣神有一个无共款的理解啦，吼。我听起一个牧师讲起，讲，因咱较早吼，长老教会
甲迄个叫做灵魂派吼，较无啥咧往来。啊，咱看到遐灵魂派吼，啊，祈祷大细声吼，啊，有足侪遐足奇怪的行为现象，啊，咱会感觉讲对因的行为有点仔安尼较无认同啦，啊，有点仔甚至安尼足厌恶安尼。但是即个讲员讲吼，咱有时对即款的行为动作无啥理解，啊，对因无啥欢喜，这是人的一种的感觉啦。但是你因为即款的感觉，煞连圣心也煞拒绝去，安尼就损失上大的是咱。吼，是讲因提倡的即款圣心同在的方式，你无介意，啊，迄你会当家己做判断。但是你因为安尼，甲迄个上重要的圣心啊单掉安尼，啊，这上损失上大的是咱。所以咱就是爱突破传统的宗派，也是经验中对圣心错误的认知甲摆脱。啊，所以咱伫社会进行的过程中间，咱真侪人嘛是经历讲，要安怎经历圣心的同在，你有无共款的学习啦？吼，即种有无共款的学习。所以兄弟姊妹，我期待讲，咱有一款的突破，有一款的开力，啊，而且咱常常甲主圣心来亲近。罗马书8章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心的是生命，是平安。而且我要甲咱三甲学习的是讲，兄弟姊妹，圣心的同在毋是一个仪式，真正毋是一个仪式，是你家己的生活，你的心思意念去尊探圣心，领受着圣心。有真侪人讲，即个人有写文章的思想的即个温素，啊，甲伊的灵感。有时基督徒爱知影讲，上帝互你有即个圣心的开力、温素，互你通写出水的文章、感动人的文章。即人是科学家，即人是医生，即人是教育家。上帝互你有即款圣心的同在，互你会通研究出救人的药物，也是改变生活的科技。咱医生哦，圣心充满，互伊有迄个能力甲判断，知影这个人的病症。所以圣心的充满，毋是一个外在显现的现象啦，听，是你谦卑求圣心同在，你才有这款的开力。所以咱毋茫讲，伫咱的生活中常常有做这款的宣告啦，吼，这款宣告是即句话勇敢宣告。咱做来读来做结束，好无？备来，圣神我承认你，欢迎你，接受你。圣神保惠师，求你照着我工作。咱常常伫咧做任何代志，要出外，也是你咧研究。期待咱用这款的祈祷做咱的开始。圣神我承认你，欢迎你，接受你。圣神保惠师，求你照着我来工作。愿主将这款圣神的规律，拢伫咱的生活中一一来展现，互咱成做一个圣神同在，你的生活甲生命有新的面貌。